么多。阿俊，来，快一点。一个走轮椅，一个是这样的，妈妈不会走路，爸爸在养老院。Please。结果已經7、8年。Per la strada vidi una donna che rovistava in una pattumiera。這段意大利文其實當簡單，內容係講有一隻細奶嘅到饑荒嘅中國，看到一隻富人家到鐵石堆度潛水，故所去當前嘅問上帝，做某一本安陽嘅淒慘當人間發生，上帝冇應佢，佢竟祈求喊到佢天數。也是天堂傳來的聲，因為愛創造人40幾年來，佢奉獻出生命嘅全部，為咗用了這世界上所嘅國度，做得有更加多一些嘅幸福。台灣嘅每個國頭都有將勞動阿爸車樂亭安陽嘅故事，佢哋條嘅故事，嘛係台灣前人嘅開始。行到了，牛皮都加海水无行到了，牛命都加河巴无行到了，牛肝都加長山無，牛湯都北風上岸嘅小山行到了。